鬼董卷一故事一牟詠與赤丁子。洛陽有個後生仔叫牟詠，有一晚佢飲醉咗酒，無端端行咗去荒山野嶺。半夜醒返嘅時候，佢見到路邊有一具死屍，啲骨都露晒出嚟，望落好凄涼。牟詠生性善良，等到天一光就親手將嗰具屍體埋葬好。點知嗰晚佢就發咗個夢，夢入面有個着住白衫攞住把劍嘅後生仔行埋嚟向佢行禮。個後生仔話：我生前係一個強盜，殺人放火，乜壞事都做盡。最近因為同門內訌俾人殺死咗，求其埋喺路邊，一直以嚟都風吹雨打，搞到啲屍骨都露埋出嚟，暴屍荒野。多謝你幫我入土為安，我特登嚟多謝你嘅。之後佢仲同牟詠講：我生前係個惡人，死咗之後都會係一隻惡鬼。如果你肯收留我，每晚供奉我，我就會聽晒你話，我有得食有得住，自然會幫你達成願望。牟詠喺夢入面應承咗，醒咗之後佢試下擺設祭品，對住虛空暗中稟告。果然嗰晚佢又再發夢，隻鬼同佢講：我已經跟咗你啦，以後你想使喚我，只要細聲叫一聲赤丁子，再講你想做啲乜，我即刻就會幫你搞掂。由嗰日開始，牟詠個心就開始有歪念，佢成日叫赤丁子去偷嘢，無論係金銀定財寶，次次都手到拿來。牟詠好快就變到好有錢。有一日，牟詠見到隔籬屋個老婆好靚，色心一起，佢又叫赤丁子去捉人。到咗半夜，個女人真係無端端爬牆入咗佢房，牟詠嚇咗一跳，即刻問佢點解會過嚟。個女人一路喊一路話：我完全唔知發生咩事，半夜好似俾人夾硬捉咗過嚟咁，好似做緊夢，我都唔知點樣返屋企。牟詠見佢喊得咁犀利，心入面有少少憐憫，就偷偷地留咗佢幾日。隔離屋揾人揾到發晒癲，仲報埋官。牟詠驚起嚟，就同個女人夾埋做場戲，送佢去別墅，叫佢同屋企人講，話自己俾妖精捉走咗，而家先走得返出嚟。雖然返咗屋企，但之後每隔3-5晚，個女人就會喺半夜俾赤丁子捉去牟詠度，天未光又送返去，持續咗成年。個女人屋企人都唔知，但個女人越諗越驚，覺得牟詠一定係用咗邪術。終於有一晚，個女人逼牟詠講真話，如果你唔講清楚，我就將呢件事揚出去。牟詠唯有將赤丁子嘅事一五一十講晒出嚟。個女人返到屋企，即刻同屋企人商量，佢哋秘密請咗個道士返嚟，喺門口貼滿晒黃符，準備捉鬼。嗰晚赤丁子去到門口，見到咁多符，就返去揾牟詠。佢同牟詠講，對方用正法嚟擋我，不過佢哋功力太淺，我要同佢哋鬥過。今次我會直接將個女人搶返嚟，以後都唔會放佢返去。講完之後，赤丁子就消失咗。轉眼間，隔離屋突然吹起一陣怪風，成間房黑晒，伸手不見五指，所有黃符好似被掃走晒咁。個女人又再次失蹤。天一光，個老公就帶埋官差衝入牟詠間屋捉人，點知牟詠一早帶埋個女人走咗。從此之後，再無人見過佢哋。鬼董卷一故事二張翰擊鬼。張翰後生嗰陣係長安一個好有志氣嘅後生仔，佢平時中意結交埋啲豪俠朋友，住喺新書坊嗰頭。佢有一個好錫嘅妾侍叫裴六郎，呢個女人真係生得好靚，簡直係傾國傾城。當時佢哋兩個感情好好，但因為六郎住喺崇仁坊，同張翰分開住。有一段時間，張翰因為有事要出城幾個月，點知等佢返到嚟嘅時候，六郎竟然已經病死咗。張翰心痛到不得了。嗰日黃昏，佢去到六郎生前住嘅屋，當時個遺體仲未落葬，就咁停放喺大堂入面，因為嗰度冇其他家人住。張翰就諗，既然生前咁愛佢，死咗之後又有乜好避忌呢？於是嗰晚，張翰決定一個人留喺靈堂，就喺靈帳入面瞓。到咗半夜，出面個天好清，月光照到個庭院，好似白晝咁。張翰因為太掛住六郎，點都瞓唔着。突然之間，佢見到門口個屏風位有個黑影喺度喐，
嗰樣嘢側住個頭，鬼鬼祟祟咁喺度望，喺門口巡咗一陣，呢隻嘢就慢慢行咗入庭院。張翰定神一望，呢隻嘢超過1丈高，成頭亂草咁嘅長頭髮，之後後面竟然仲有3隻鬼跟埋入嚟，佢哋攞住條紅色長繩喺月光下跳舞，動作好詭異。其中一隻鬼細細聲講：床上嗰個係貴人，點算好呀？另一隻鬼就話：唔怕，佢已經瞓咗啦。講完，幾隻鬼就衝上樓梯，行入停屍嗰個房。張翰喺帳入面聽到佢哋竟然喺度拆副棺材，冇耐班鬼就將六郎條屍喺棺材入面夾硬拉咗出嚟。之後嗰幕，張翰成世都記住，嗰幾隻鬼就喺月光下面將六郎個身體一片片咁割開，然後圍埋一堆，好似食自助餐咁喺度瘋狂咬，啲血流到成地都係。六郎生前著住嘅衫俾佢哋撕到碎晒。張翰心入面又驚又痛，但佢好快冷靜落嚟。佢心諗，頭先隻鬼話佢係貴人，既然係咁，就算佢而家出手，班鬼應該都奈佢唔何。佢趁住幾隻鬼食得入神，喺暗位攞起支竹竿，佢用盡全身力氣，猛咁將支竿掟出去，大聲叫：打鬼啊！班鬼俾佢嚇到成跳起，發咗癲咁逃走。張翰仲唔收手，跟住後面追，見住佢哋衝去西北面嗰個牆角，一個個咁跳牆走咗。其中有一隻鬼殿後唔夠快，跳唔上去。張翰衝上前，一棍打落去，打到隻鬼流晒血。最後隻鬼好狼狽咁爬牆走咗。呢個時候，屋企啲下人聽到聲，先至紛紛拎住燈火跑入嚟。張翰成身汗，將啱啱發生嘅事講咗出嚟。佢哋打算去執翻六郎啲殘骸，點知去到堂屋一睇，棺材竟然係完好無缺。佢哋再望翻頭先班鬼食嘢嘅地方，地上一滴血都冇，啲衫褲都整整齊齊。張翰當時成個人呆咗，以為自己發緊夢，但佢走翻去頭先個牆角，佢真係見到牆上面有血跡，仲有幾個清晰嘅鬼手印。到底頭先發生嘅係幻覺定係真實？呢件事最後都冇答案。幾年之後，張翰官運亨通，真係變咗一個大貴人。